煮球好时刻，来，你们亚边工，我带你们来速入菜，拿手的豆腐翡翠羹，皮蛋豆腐翡翠羹，来，可能看用变翡翠出来哈。翡翠好，先到咧皮蛋，应该用唔是天数的哈，因为你看人家料就全部偏偏的啊。系啊，还是切一块块啊。豆腐蛋我切姜龙太细。哦。好的因子冻好啊。应该是挺乱样嘛，因为真的是调过老料。系啊，咧总得是用到啦。你有讲给鲜还是什么讲？好的因子好啦，好的因子讲解遇到梅头啊。水滚了。系水滚咧。那用什么？其实是到咧皮蛋做先冰下伊咧。呢度煮了是冻煎蛋啊，系啊，那种当天是姜你煮汤煮开，清汤，可能用煮清汤啊，冰一下是天一浪，一下是浪开咧，系啊，可以用咧太白粉什么咧勾芡饼羹汤，就保温，会保温。豆腐。你看，想把菜你打进去会变翡翠。系哦。油葱，葱油啊。讲起当简单的吼。系啊，其实应该你讲，本来应该你上到个皮蛋、豆腐是那种啊，零投入高是冷的，你下到天气较冷的，有上了是来煮烧的，我买了豆腐，我买了皮蛋，变烧的，感觉冇同样哦。看来吼，我打好去吼，我原本应该用的。系啊，可能一般个你可能做咧，可能盘粥做咧羹汤啊，用个虾公啊，用海参啊，用咧海参啊，用咧冻好的东西，个盘粥在做咧羹汤啊，你不会吹两人冻好，啊，你讲个做员工餐，用咧吹两个豆腐、皮蛋，当中有中海关都会到的，现在开店就好。不用对啦，虾公啊，虾公还不用对，碗海米就好的。虾公咪不用对，其实啲做咧简单不用对咧虾公啊，不用对咸呢。咸的不用对咸了春做咧就个不用对海参，我是切掉咧雞肉嚟做咧。雞肉。有雞肉啊，切掉魚肉啊，春做咧。翡翠到邊啊？嘛，啲翡翠零下會最後人冰，還有咧染。要先調味。調味。你家炝起嚟跟煮長球啊，顏色。我忘記。皮蛋、豆腐，還有翡翠，有蝦，有羹。你現在看到蝦很 care 的對，非常 care。早上我就做龍蝦蒼蠅頭就好了，一定贏。炝起嚟跟煮長球啊，顏色。我忘記。還不用到胡椒粉。等下湯水就係你會先去注意，喺地盤上邊嘅啲豆腐啊，用呢方面嘅，用出嚟。梅頭挑好嘅睇下粉叫做水。其實咧冰是看自家嘅，看起來是有時候扭到是冰好多的，但是記得做唔得咧東西一擺子喺空裏，係啊。我負唔濟，我後悔來不及。係。一較好我啲一定係甜呢，甜的多。下落去，十個俾佢煮一下，撈一下，盲拉牛，
啦，就个变到，我记啊，伊摆变下伊啊，煮下伊，哟，结果变到咧，来唔切咧，基本是都果冻鬼的。对，一道，那见了咯，哦，有，变成变浓汤的哈。哦，呀，老了，对。哦，关台嘞，嘿，把那枪爆出来，他熟的，佢啊枪声出来嘞，嘿，你看枪声动酱是出来嘞，呢個有蝦公嘅風色，哦，有皮蛋嘅膚色，有豆腐拍色，你看那色是動醬。哎，翡翠一撈起，甜甜，價值就出來哈，雞蛋就出來。好。应该做出来，地道诶，遐东西准备好了哈，去煎蛋，它是做好嘞，很简单的哈，皮蛋豆腐，翡翠根，马上来試試。皮蛋豆腐翡翠根，青白菜切幼幼的，芒葉卵、豆腐切短短準備，填芒葉卵、豆腐、紅蔥油下工撈鑊煮，再加啲鹽、胡椒粉調味，之後填啲粉呢。將填青白菜放入攪拌勻，安尼好食的料理就做好咯。